大家好，我係 Molly，記得幫我 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，多謝你。大家好，唔知你哋會唔會成日覺得好眼瞓呢？會唔會成日對住個電腦喺度中下，返工返學嗰陣就又會覺得好眼瞓？定係你覺得自己係天生嘅短眠者，即係一晚瞓4-5個鐘就夠，仲要好自豪咁同人講我啲時間多過你啊！如果你有以上嘅症狀，咁就今日要專心聽我講啦。我唔係要 sell 你枕頭或者床褥，我想同你介紹一本書，叫做《為什麼要睡覺》。呢本書嘅作者唔係咩養生 KOL，而係一個實實在在嘅神經科學專家馬修沃克博士。佢有幾犀利？佢係英國牛津大學畢業，而家喺美國加州大學帕萊分校嘅神經科學與心理學教授，仲係人類睡眠科學中心嘅主任。簡單啲嚟講，佢嘅工作就係將啲人擺喺實驗室，俾佢哋瞓覺，或者唔俾佢哋瞓覺，跟住用一堆機器 scan 住個腦，研究瞓覺呢件事。佢唔係齋吹水，書入面每一個結論幾乎都係幾十年、過千份嘅研究論文撐腰嘅。所以佢所講嘅嘢呢，就唔係嗰啲老生常談嘅早唞啊、早睡早起、身體好啊嗰啲，而係有血有淚、有數據嘅圖表嘅科學真相。好，咁我哋睇下呢本書點樣拆解瞓覺呢樣嘢先。呢本書呢，可以分咗做4大部分。第一，話你知睡眠係乜嘢，點解我哋會瞓着，同埋點解要發夢。第二，就係唔瞓覺有幾大鑊啦。呢 part 呢，就講咗好多唔瞓覺會帶嚟嘅恐怖嘅後果。第三，就係探討點解我哋個社會成日都唔夠瞓嘅呢？由細路仔到老人家，打工仔到 CEO，個個都瞓唔夠嘅。最後佢會好貼心咁俾你一本睡眠衛生手冊，教你點樣可以瞓個好覺。第一章，睡眠原來真係咁神奇。作者一開始就會同我哋拆解我哋嘅睡眠係啲乜嘢。原來我哋睡眠呢係好似升降機咁上上落落嘅90分鐘循環。喺一個循環入邊，有非快速眼動睡眠 NREM 同埋快速眼動睡眠 REM。REM 就即係發夢嘅階段。NREM 呢就好似大腦嘅清潔工咁樣，喺深夜開工，幫你清理朝頭早積落嘅廢物，包括咗同腦退化症有關嘅壞蛋白，同時將短期記憶存檔去到長期記憶區。而 REM 發夢嘅階段呢，就係個情緒治療師同埋創意總監，佢會將你日頭嘅情緒經歷，特別係啲唔開心嘅嘢拎出嚟消毒，抽走嗰種痛嘅感覺，等你第二日冇咁傷。仲會將唔同嘅記憶亂炒埋一碟咁樣，所以發夢呢，就成日都好似古靈精怪。但係呢個過程正正就係創造力嘅來源。你諗下，古今中外其實有幾多作家啊、藝術家啊嘅靈感係喺夢中嚟嘅，所以真係唔好睇小發夢啊。第二章，唔瞓覺，你喺度玩命啊！跟住落嚟就係全書最嚇人嘅部分。作者用海量嘅研究證明，瞓唔夠呢係慢性自殺嚟㗎。你以為你賺咗時間？錯，其實你喺度賒緊一筆你還唔起嘅睡眠債啊！例如，佢講到學習同記憶，你通宵溫書，傻嘅咩？因為你學咗嘅嘢其實要靠睡眠中嘅 NREM 階段去固化落個腦嗰度。冇咗睡眠，你嘅記憶就好似寫咗喺水面咁樣，其實轉頭就冇咗噶啦。即係你根本係白捱，係咪好諷刺？跟住講健康，
哇，原來睡眠少於6至7個鐘會令你，等等先，6至7個鐘好似香港人好多人都瞓唔到6至7個鐘喎。咁個後果係有啲乜呢？癌症風險飆升，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夜間工作列咗為可能致癌因素，因為燈光會打亂咗褪黑激素，影響免疫系統監察同埋消滅癌細胞嘅能力。心臟病、中風風險險會大增，瞓唔夠，血壓、心率、壓力、荷爾蒙全部都唔正常。糖尿病，瞓唔夠會搞亂你控制血糖嘅荷爾蒙，令你身體好似有胰島素抵抗咁樣，食同樣嘅嘢，但係都會令你更加容易變肥同埋糖尿。仲有會搞到你又蠢又醜又肥。瞓唔夠會令你胃口大增，特別想食高卡路里嘅垃圾食物。因為抑制食慾嘅瘦素減少，而叫人食嘢嘅飢餓素會增加，同時皮質醇上升會令皮膚變差、甩頭髮，哇！仲有情緒失控、冇記性、冇創意。你話啦，係咪真係又蠢又醜又肥？你諗下，你唔夠瞓嗰陣係咪會零舍呆呆滯滯，跟住脾氣又好差？跟住仲有講到睡眠同阿茲海默症，研究發現睡眠係大腦嘅排毒系統黃金時間，專門清除一種叫做 β 澱粉樣蛋白嘅毒素。呢種毒素積聚呢，正正就係腦退化症嘅元兇之一。你而家日日唔瞓，就等於日日唔幫個腦倒垃圾，堆滿毒素，第時想瞓都瞓唔返啊！第3章，點解我哋成個世界都瞓唔夠？呢個部分好有社會性。作者就話，而家呢個社會嘅反睡眠文化呢，好多時就係由細俾阿媽話懶瞓啦，到大個打工呢，就要以捱得為榮喎。跟住到 social media 24/7咁嘅誘惑，再到城市光污染、噪音污染，我哋根本就生活咗喺一個同自然生理時鐘作對嘅環境。學校朝頭早7、8點就要上堂，其實青少年嘅睡眠就應該唔止去到6點7點，應該要瞓覺瞓到8、9點先夠噶嘛。咁逼佢哋早起身，其實等於好似叫成年人每日清晨5點鐘開會一樣咁殘忍嘅咋。你話係咪好荒謬？我哋喺度讚美人哋勤力，一早起身做嘢好乖，其實就喺度讚美緊一種對身心極不人道嘅摧殘。第4章，瞓好啲嘅攻略。最後作者唔係淨係嚇你㗎，佢仲有啲好實用嘅建議，叫做睡眠衛生。咁我哋講幾個精華。第一，要定時定候，每朝同一時間起身，包括 weekend。同一時間起身係最強嘅生理時鐘調校器。週末去補眠，作者話咁會造成社交時差，令你星期一更加痛苦。第二，夠黑夠涼，睡房呢要黑到伸手不見五指，溫度呢就最好涼浸浸嘅，大概18度左右啦。第三，睡前放鬆儀式，瞓之前1個鐘，遠離所有電子屏幕，啲藍光會呃你個腦話而家係日頭，最好呢就睇下書，聽下柔和嘅音樂。冥想就更加好啦。第四，遠離咖啡因同埋酒精。咖啡因半衰期長，下晝3點杯咖啡，到夜晚11點仲有一半喺呢個身體入邊噶。酒精就更加陰濕，佢會令你快啲瞓着，但係會嚴重破壞後段嘅 REM 夢嘅睡眠。
令你瞓咗係好似冇瞓咁嘅。第五，張床就係用嚟瞓覺噶，唔好喺床嗰度睇手機、做嘢、傾 project，要令你個腦將床同埋瞓覺100%咁掛鈎。最後，作者有個好有力嘅呼籲，個人啦、公司啦、學校啦、社會啦，都應該重新重視睡眠。一間公司與其逼啲員工 OT 到好眼瞓，其實咁樣咪淨係會搞到效率好低，同埋成日要請病假。咁不如鼓勵佢哋瞓夠啲，咁創造力啊、生產力啊，同埋團隊氣氛同健康都會翻晒嚟。呢個先係最精明嘅投資。所以話瞓覺唔係奢侈，而係生存嘅必須，唔係軟弱，係精明。你呀對部手機都知道部手機要日日叉電啦，咁點解要對自己個腦咁刻薄呢？記得要俾你個腦同身體叉足電，唔好為咗追多2集劇、打多2鋪機而壓上咗你嘅未來嘅健康同埋記憶力。睇完呢本書，我都有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啊！我唔敢話我每晚都瞓足8個鐘，但係我真係唔會再以捱夜為榮，會開始認真咁調節下自己嘅作息。因為呢，瞓覺原來真係唔係真係淨係瞓覺㗎咋，係做緊最有效嘅身體保養，將個大腦升級同埋預防疾病。好啦，如果你想了解多啲瞓覺嘅話呢，其實你都可以自己再去揾呢本書嚟睇嘅。呢本書叫做《為什麼要睡覺》。記得由今晚開始對自己好啲，早啲熄燈，早啲拎開個電話，同自己講聲辛苦晒，好好休息下啦。你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我係 Molly，下條片再見。